各位朋友、弟兄姊妹平安。今日我想同大家分享一個家傳戶曉、個個都耳熟能詳嘅聖經故事，就係咧五餅二魚嘅神蹟啊。咁呢個故事咧就喺聖經咧係有廣泛嘅記載嘅。嗱，四本福音書咧總共咧加埋咧有6次記載咧係呢個耶穌咧用魚同餅咧係餵飽群眾嘅啊。咁有4次咧就係牽涉5000個男丁。有2次咧就係牽涉咧4000個男丁嘅。好啦，咁嗱，我哋留意到喎，聖經咧係一本好細嘅書，係千幾頁紙嘅啫啊！佢好有限嘅篇幅，千幾頁紙咧就由人類開始咧就講到人類嘅進入呢個永恆嘅新天新地㗎啦嚇。由呢個人神創造天地萬物開始，到人嘅墮落，到神拯救人類，到新約嘅時候咧，耶穌嚟呢個世上道成肉身救贖人類。咁然後咧佢死後復活升天，咁然後咧第2次又來臨，咁就建立佢嘅千禧年國度。咁之後咧人類就進入咧呢個新天新地永恆嘅紀元。一本書咧就由頭到尾咧就講晒㗎啦咁可知咧嗰個篇幅係好重要嘅。咁好啦，當聖經咧係講呢個五餅二魚俾咁多篇幅佢嘅時候咧，我哋要留意咯，即係喺神嘅角度嚟講咧，喺呢個神蹟裏邊咧又係有啲好重要嘅信息嘅。嗱，好多信徒咧可能以為耶穌行過好多神蹟喎，又可以趕鬼啦、治病啦，甚至起死回生啦，係嘛？死咗都可以死佢復活啊！咁呢啲五餅二魚嘅神蹟，只係啲小型嘅神蹟啫咁樣嚇。但我哋唔應該咁睇嘅喎嚇。嗱，呢個神蹟嘅偉大之處咧，就係有1萬幾千人咧喺曠野跟隨耶穌嘅喎。聖經記載話有5000個男丁啊嘛，咁計埋女人同埋呢個小童咧，咁可能有萬幾人嘅喎，甚至有啲專家估計咧，可能有超過2萬人跟隨耶穌嘅喎。咁當時咧只有5個餅2條魚，咁耶穌咧就用咁微薄嘅資源餵飽咗萬幾人，甚至可能2萬多人。嗱，呢個神蹟可以講咧係一個非常壯觀、非常宏大嘅神蹟，因為人多成個山頭都係人真係人頭湧湧嘅。呢個神蹟最厲害嘅地方咧，就係有萬幾人以上咧係可以同時經歷驗證。同時吃得到呢個神蹟喎，呢個係吃得到嘅神蹟喎，係可吃嘅神蹟喎。佢哋每一個人咧都親手咧係接過餅同埋魚，親口咧係吃落肚子裡面嘅。1萬幾個人咧，同一個時間經歷一個偉大嘅神蹟。你諗到啦，呢個係幾壯觀、幾宏大嘅場面呢？嗱，約翰福音6章11節講，耶穌拿起餅來，祝謝了，就分給坐着的人，也同樣分了魚，都照他們所要的來分。